好多人都覺得，如果要防止骨質疏鬆，補鈣係最重要嘅。如果你都有咁嘅諗法，你可能已經錯咗一大半。要真正對抗骨質疏鬆，築起堅固嘅骨骼大廈，科學話俾我哋知，需要四大天王一齊出手。第一，鈣質，冇錯，佢係主要嘅建築材料。牛奶、豆製品、深綠色蔬菜，每日都要食夠。第二，維他命 D， 佢係一個好關鍵嘅鎖匙，冇咗佢，你食幾多鈣，身體都吸收唔到㗎。曬太陽同埋食蛋黃、深海魚啦。第三，最重要又成日俾人忽略嘅，就要做負重嘅運動，行路、跑步、舉下啞鈴啦。呢啲壓力都係信號，話俾骨細胞知要做嘢啦，要變硬淨啲。第四，蛋白質，骨架唔淨只係鈣，仲有膠原蛋白做支架，雞蛋、雞肉、豆類幫你搭好個骨架，鈣先有地方可以穩固落去。記住啦，單打獨鬥冇用㗎，鈣質加維他命 D 加負重運動加蛋白質，四管齊下先至係守護骨骼最強攻略。你今日做齊晒未啊？快啲 share 俾你關心嘅屋企人同朋友知啦！